Hello，歡迎大家收睇水水 channel。咁今日2026年嘅1月13號，呢條片想講下日元點解呢？因為日元呢，佢本身都已經係持續走弱噶啦。但係最近呢，又進一步走弱，即係話日元又跌咗啦。咁點解呢？係因為呢高市早苗呢，佢有意喺嚟緊嘅1月23號喺國會嗰度就宣布要解散呢個日本嘅眾議院。所以就令到有跌就進一步下跌，創咗2024年12月以嚟嘅低位下，而家係報緊美元對日元係158.9左右下，如果你話對港紙嘅話咧，就去到五算啦吓，差唔多穿5噶啦吓，5.01左右啦吓，之前咧，其實前幾日咧，有啲 YouTuber 啦，咁我唔講邊個啦，大家如果聽過就知噶啦，咁就有啲人問，喂，應該揸咩？依家香港又唔想，依家香港咁樣又唔想揸港紙又唔知幾時會同美元脫歐，好似覺得揸港紙好似唔係咁安心喎，咁有啲 YouTuber 就話揸美金同埋係日元啦咁樣吓。但係點知日元依家又進一步下跌啦。咁其實高市早苗咧，佢點解要諗住解散個眾議院咧？其實通常係得兩個原因嘅啫。第一個原因咧就係咧，施政好艱難。即係雖然貴為首相，但係如果你嘅政黨喺國會入邊嗰個議席咧係比較少，即係處於弱勢嘅話咧，咁你變咗你要施政咧，你有好多議案提出嚟咧，係都好難通過咁嘅情況之下咧，係舉步艱難嘅。你要施政，就唯有用手上嘅權力，呢個權力就比喻為呢個尚方寶劍，就係解散眾議院。咁解散咗之後咧，就要重新選過晒噶啦，即係啲議員包括首相都係要重新選嘅啦，喺日本就比喻為呢個叫做總選舉，咁所以通常咧就冇乜事咧，首相都唔會用呢個權力去解散眾議院嘅。咁第二個理由咧就係咧高市早苗咧，佢依家嘅人個支持率咧就處於歷史新高，係70幾%。佢就而佢嘅內閣咧，雖然係支持率係70幾%咗，但係佢所屬嘅黨派叫自民黨，佢個自民黨咧個支持率就處於呢個低位，係得30%嘅啫吓。而佢個自民黨咧嗰個議席咧，日本眾議院嘅議席係有400幾個嘅，400幾個位，咁佢嘅自民黨嘅議席咧，200幾啦，但唔超過一半嘅，係爭幾個位嘅，先至夠一半吓。咁所以變咗啲高市早苗咧，雖然佢嘅內閣而家民望係高70幾%支持率但係咧因為議席嘅問題咧佢仲爭幾個議席先至過一半咧，咁所以變咗咧，佢喺施政上面咧，如果佢想有啲咩大突破嘅施政咧，係好難突破係所以咧，佢又諗住重新選過，解散個眾議院，重新選利用佢自己嘅支持率就希望可以為自己政黨自民黨爭取到更加多嘅議席即係重新洗牌係啦，重新選過。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個可能性啦，就係你重新選過之後咧結果可能仲衰嘅佢自民黨個議席可能會仲比未重新選之前咧，即係比而家仲更加少，變咗政府呢個管治權咧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噶啦，即係個權力咧就會轉變咗咁所以呢個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咁但係咧有媒體就報告過咧，就話咧高市早苗咧佢曾經秘密做過調查，即係喺黨裏面咧做過調查得出嚟結果咧就係如果佢解散眾議院重新選過嘅話咧得到嘅票數咧就係唔少嘅，總之係有利於自民黨嘅咁所以咧就媒體都一直喺度講緊話佢就
應該就好大機會就會喺1月23號就會提出解散呢個眾議院嘅啦。咁同日元有咩關係咧？咁頭先講咗啦，因為佢諗住解散，咁所以日元就進一步下跌啦嚇。咁點解咧？你解散咪解散咯，日元點解進一步下跌咧？咁係咪因為咧佢嚟緊2026年財政預算案咧喺4月就會公布噶啦咁就係咧高達122.3萬億日元兌翻港紙係大約6.1萬億港紙咁比起上個財年咧，即係2025年嗰個財年咧115.2萬億日元，增加咗6.3%，咁都係創咗史上最高嘅預算紀錄咁意味着咧政府嘅開支咧就會創史上最大嘅紀錄咁呢個係會令到日元受壓噶咁日元受壓嘅情況之下佢會唔會進一步走弱咧？呢個係隨時有機會嘅。咁所以咧，佢解散咗眾議院之後，重新選過之後嘅結果係令到佢嘅政黨可以攞到更加多嘅議席嘅話咧，咁即係話會有利於佢嘅執政包括將來我唔排除佢可能會復興呢個軍國主義啦，即係想修改憲法咁自己擁有翻軍隊咁但係呢啲都要錢噶嘛咁所以未來日本嘅支出咧就可能就會越嚟越高，咁呢樣都係對日元就會進一步受壓嘅。咁所以咧，雖然咧日元有冇機會升咧？係有嘅，因為都有升嘅因素，就係因為日本咧佢係會加息咁日本而家利率就係0.75厘咁但係你睇翻佢之前加咗息之後，其實對日元只係提振咗一陣間啫咁之後都係繼續跌咁但係嚟緊日本政府就諗住喺6月或者7月嘅時候咧就會加息，咁最早咧可能會喺4月加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可能個效果係好有限可能咁所以咧如果你問我喂，如果依家唔揸港紙，驚港紙隨時同美元脫鈎唔安心嘅，咁揸咩咁係咪好似其他 YouTuber 話齋可以買，即係可以揸日元同埋美元咧？美元咧我就冇意見嘅，因為我自己都係最多美元嘅咁日元咧就其實不嬲日元咧，除非你係炒外匯炒波動，如果你話長揸嘅話咧，其實不嬲都係冇人長揸嘅，因為日本咁多年嘅貨幣政策都係用零利率甚至係負利率，咁所以日元咧係走弱咗好多年嘅啦，基本上係冇人揸日元嘅，最多係炒日元嘅，即係炒個波動咁無啦啦依家有 YouTuber 話喂，唔揸港紙，你可以轉揸日元咁即係話你估佢係已經到底咯估佢係開始轉勢啦，因為可能見到日本都開始加息啦，由零利率甚至負利率，依家變到正利率啦，依家利率係0.75嘛我嘅話咧，如果我要揸日元嘅話咧，我就唔會一次過揸晒，你可以分批去揸咯即係你唔好將你啲港紙一次過換晒，然後揸晒日元，你可以分批咯，因為日元而家美元對日元咧就158.9左右因為我哋以前炒外匯咧就係睇開美元對日元嘅，就唔會睇日元對港紙咁而家美元對日元係158點幾，咁如果個數值係升嘅咧就代表日元就進一步貶值。即係話，如果佢而家158點幾升到160嘅咧，就即係日元貶值啦。日元跌啦。港紙換啲 yen 咧就更加平。咁我預期佢應該就可能會穿160嘅。咁穿咗咁當然你唔使怕啦。穿咗160之後咧，其實日本央行咧係會有時會作出干預嘅。但係咧，我估計到160嘅時候咧，佢干預嘅機會率咧就唔大。可能要到162、163
或者64、65，即係162至65左右啦。咁日本央行咧先至出手干預嘅機會先比較大，但係咧干預嘅成效大唔大咧？咁啊，我有保留啦，就未必太過大。咁所以其實係咪真係要揸日元咧？你要揸嘅話咧，就好似頭先我話齋，如果係我嘅話咧，要揸我都會分批揸，唔會一次過揸晒。啊，你可以分批，佢每次跌一跌，你又揸，因為係防止佢低處未算低啊。其實最好咧就唔好掂，最好就唔好揸啊。呢條片咁啊，就講到呢度，大家有乜意見就記得留低你嘅意見啊。咁啊，唔好唔記得訂閱同埋讚好。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